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爸爸，我今仔日伫学校囝代志啊啦，老师迄个我气甲哭出来呢。啊，你是甲老师安怎呢？我在上课的时阵咧算吸少，迄个老师没收伊，啊，这也无算啥物代志啊。但是老师客气，煞无注意去吸到伊的金项链，当场单哭出来。啊，我嘛唔知为虾米啦。好啦，无代志，你去算以后吼，你若摕吸少，离恁妈妈较远咧。安尼你知无？男人和女人上大的差别。头家，我想要换一个窗啊！我想要隔音爱好，嘛爱有风道风水，而且爱美观坚固，上重要的爱俗啦，这是一定的啦。不过我医生200尔咧，啊你是咧讲算笑哦？我是做认真的，帮我找看卖啊，敢有200块的窗啊？有啊，对面的金属痔疮挂号去150尔。囡仔安怎成长，老人就安怎退化。囡仔甲屎尿放入裤里，真简单，就互人原谅。老人就屎尿放入裤，煞许互人结命甲体验。囡仔若腹肚枵，虽有人饲；老人若腹肚枵，带着残弱的身体，嘛爱经历。囡仔破病的时，就是3更半暝嘛走去找医生。老人若破病，伊就足惊，会拖累着伊的囝儿。幼地园的外口，永远拢会徛满期待的家己；老人院的外口，永远是冷冷清清，唔通袂记记。咱每一个人拢会有老的一天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意这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爱看，留天门每摆暗时点准时好播影片，刷。细汉时啊，拢会去看冰箱门关到啥物程度，内底的火就会欢喜。世界上上遥远的距离，毋是天涯海角，嘛毋是生甲死，而是柳啊。